对咱来讲很重要。有嘛吼，大家不讲要互咱拢会更加好，身体更加好，表示家庭更加好，事业更加好，心情更加好。迄个好内底有平安、健康、顺利、表示迄个好内底已经包含着这物件啦吼。这拢是咱大家要追求的，这拢是咱大家要追求的。咱嘛做唔到，互我嘛做唔到吼，我嘛做唔到。毋过要迄个好的内底，一定要有自我了解。无，偏偏是人，偏偏拢是老师教的，咱平常要变较好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。这是一个重要的事。当咱若无付出比较较济，当咱内在若无比较更好提升，当咱外在的态度若无比较较优秀，咱安尼求神奉本要毋嘛互伊较好，这叫做迷信。所以咱若用迷信来经营着咱的人际关系，咱的人际关系这无落实，安尼，所以互人往往拢有一种观念，就是讲，毋茫落实，还是要互人好，伊基本条件，咱袂好一定有落实的所在，咱就来讲好了。毋是毋茫讲老师带去庙里求福了，咱若有这个心态，咱要混合式的关系，咱含人之间的关系若袂好，袂因为咱有去求神通，咱的关系会改善，无可能，不可能。所以讲，咱要希望互较好，迄个好的物件，咱拢要求富裕，有无？要求富裕哦，大家拢要求富裕。富贵会求一个，富贵敢会求钱？富贵会求钱，求人会得人的，求人会不会得人？会，会嘛吼？为什么求人会得人？咱有想过这个？为什么咱求人会得人？为什么？因为咱人有七分之心，叫做情嘛吼。七分之心是你与生俱来，你本来就有的，所以你本来就有备了七分之心，所以你若要求人，你会得人的，你本来就有的啦，你本来就有七分之心的啦，若安尼你要求人会得人咩？会，但是咱用这个逻辑来讲，那安尼咱敢有备了富贵的条件？什么叫富？富叫做不贪，就是廉耻。那安尼咱敢有备了不贪的条件？咱有备了几项？这最重要呢。真正有的人，我已经都有啊，我才得偷。虽然我总有毋过呢，有。虽然我有，我会当食较好，用较好，住较好，穿较好。虽然有，我嘛会当头仔掠掠；虽然有，我会当讲话规皮较因为我有嘛，我个应该趁安尼嘛。无你有本事就像我安尼啊，表示虽然有，毋过
袂想讲要穿较好，要住较好，我要将我有诶这个资源，搁要用于上界路用诶所在。